哥林多前書第11章。你們該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樣。我稱讚你們，因你們凡事紀念我，又堅守我所傳給你們的。我願意你們知道，基督是各人的頭，男人是女人的頭，神是基督的頭。凡男人禱告或是講道或作說預言，下同。若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。凡女人禱告或是講道，若不蒙着頭，就羞辱自己的頭。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。女人若不蒙着頭，就該剪了頭髮。女人若以剪髮剃髮為羞愧，就該蒙着頭。男人本不該蒙着頭，因為他是神的形象和榮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榮耀。起初，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並且男人不是為女人做的，女人乃是為男人做的。因此，女人為天使的緣故，應當在頭上有服權柄的記號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無男，男也不是無女。因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萬有都是出乎神。你們自己審察，女人禱告神，不蒙着頭，是合宜的麼？你們的本性不也只是你們，男人若有長頭髮，便是他的羞辱麼？但女人有長頭髮，乃是他的榮耀，因為這頭髮是給他作蓋頭的。若有人想要辯駁，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，神的眾教會也是沒有的。我現今吩咐你們的話，不是稱讚你們，因為你們聚會不是受益，乃是招選。第一，我聽說你們聚會的時候，彼此分門別類，我也稍微的信這話，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。你們聚會的時候，算不得吃主的晚餐，因為吃的時候，各人先吃自己的飯，甚至這個飢餓，那個酒醉。你們要吃喝，難道沒有家麼？還是藐視神的教會，叫那沒有的羞愧呢？我向你們可怎麼說呢？可因此稱讚你們麼？我不稱讚。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就擘開，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的。寫有古卷作擘開，你們應當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，說：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。你們每逢喝的時候，要如此行，為的是紀念我。你們每逢吃這餅、喝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等到他來。所以無論何人，不按理吃主的餅、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應當自己省察，然後吃這餅、喝這杯。因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、與患病的、死的也不少，死原文作祟。我們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於受審。我們受審的時候，乃是被主懲治，免得我們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們，你們聚會吃的時候，要彼此等待。若有人飢餓，可以在家裏先吃，免得你們聚會自己取罪。其餘的事，我來的時候再安排。